無人機起飛出發巡查。勞工處自舊年10月開始使用小型無人機協助巡查地盤同執法，近期正係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嘅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地盤裡面熱工序嘅作業或者熱源情況。咁但係大家見得到咧，其實離遠嚟講咧，其實我哋係完全睇唔到究竟有咩工序做緊嘅。咁但係呢個紅外線鏡頭咧已經話到俾我哋聽咧，其實喺嗰個天面上都有一個即係100幾度嘅高溫工序做緊當中嚇。咁而同一時間咧，嗰個錄像鏡頭咧可以令我哋更加清晰去做呢個熱工序期間咧，其實附近嗰啲安全措施係咪足夠？勞工處話，下一階段將會研究將紅外線感應器結合人工智能嘅影像分析技術，識別出喺地盤裡面食煙嘅人。預計研究需時大約9個月至1年。譬如如果我哋要check 下有冇人喺地盤裏面食煙，咁我哋咧就可以校個溫度咧，就係喺60至到80度嚇。咁呢個溫度裏邊咧，其實就通常食煙都會係去到呢啲溫度。咁去到呢一個範圍嘅溫度咧，就會喺嗰個熒光幕裏邊咧就出咗紅點㗎啦嚇。我哋嚟緊咧會係將紅外線咧就結合一個AI 去認人嘅方法，咁再加一啲嘅行為，因為吸煙嗰陣時候咧，大家可想而知係會有啲吸煙、抽煙嘅行為嘅。咁我哋分析呢3個元素咧，就方便我哋再精準咁樣去斷斷究竟邊有冇人喺度食煙。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生效。溫志平透露，勞工處截至今個星期2已經巡查近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正係考慮對2宗個案提出檢控。佢認為數字反映情況並唔理想，但喺法例生效初期係可以接受。溫志平又提到，相比舊年同期，今年地盤工業意外數字並唔理想。勞工處未來會加強巡查同宣傳教育。香港電台記者蘇海瑩報導。